台湾即马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了，面对产业的挑战，全国工业总会是提出台湾经济的6项目标甲8项行动，希望透过因的经历，会当互政府听到产业界的心声。一年一届的工总白皮书发表记者会，今仔日再去举行。工总认为讲，台湾目前当面临人口老化、5项欠缺等9个挑战，需要有主体性的经济战略，才会当突破。 继续向前行。现在的目标恐怕不是说只是2025年电够用的问题，而是整个长远包含这里面的碳的问题啊，还有整个结构，到底我们的供电的结构长远来讲，这样是不是可以在更好的一个？工总理事长苗宏强表示，台湾经济绿色战略目标包括精简务实经济战略，长久落实教育计划。 友善合时营商法规，还佫有和平通透的国际环境，甲先进有韧性的基础建设，还佫有高效廉政的政府，而且佫需要8项行动策略，包括台湾打造区域运筹中心，建立互生经济，恢复两岸务实交流。因若产业嘛爱推动数位净零转型，检讨国家能源政策，优化移民政策，善用人工智慧产业升级。工总表示。 从疫情了后，两岸拢无咧来往，应该爱赶紧重新个对话。希望两岸赶快恢复交流，不要走倒退的车子。不管哪一个政党、哪一个候选人上来，我们还是要提。台湾5项欠缺的问题，苗宏强讲，针对欠电的议题，甲再生能源发展比人较慢，拢造成台湾产业的发展甲经济形成挑战。呼吁政府爱重视工总白皮书的建言，才会当开创产业的新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